中國及香港現有超過100名脊髓損傷嘅患者，佢哋承受住終身癱瘓以及各種嚴重併發症嘅煎熬，身心所受嘅痛苦，絕非旁人能夠體會。8年前，香港脊髓損傷基金成立，聯同中國脊髓損傷研究協作組，凝聚中港台等地具領導地位嘅脊髓損傷中心，組成全球最大嘅脊髓損傷臨床試驗網絡，分別負責經費籌募以及進行臨床試驗等工作。中國脊髓損傷研究協作組一直堅持研究，經過多年嘅努力，近年已經取得突破成績。喺臍帶血單核細胞移植治療嘅臨床試驗研究方面，有唔少病人喺接受細胞移植手術之後，參加咗強化步行訓練，感覺同運動能力都得到提升。以影像學跟蹤，發現有神經纖維喺半年後分別上下生長，並跨越損傷區域。今日嘅突破雖然只係一小步，但我哋深信堅持努力，脊髓損傷嘅醫療技術係會有更驚人嘅進步。保持信念，積極面對。香港脊髓損傷基金與你攜手，燃點希望，展新生。UA 亞洲聯合財務呈獻，燃點希望，展新生。香港脊髓損傷基金會8週年2013慈善籌款晚會現在開始，有請今晚大會司儀陳啟泰、朱慧珊。大家好，大家好，好歡迎大家收睇燃點希望展新生香港脊髓損傷基金會8週年2013慈善籌款晚會。能夠參與今晚咁有意義嘅晚會咧，我覺得好榮幸。嗱，我知道咧脊髓損傷嘅患者咧，咁佢哋要面對癱瘓啦，咁終生咧都要坐喺輪椅，甚至瞓喺病床上邊。咁所以香港脊髓損傷基金會同埋中國脊髓損傷研究協作組呢，係投入努力咁樣去研究呢治療嘅方法，希望為患者呢重燃希望。冇錯啦，其實咧醫學發展咧要做到突破咧，係需要好多心血啦、時間啦，同埋最重要嘅咧就係金錢。係啊，嗱，香港脊髓損傷基金會同埋中國脊髓損傷研究協作組呢一齊合作已經有8年㗎啦。咁基金會咧就努力籌募啦，咁而啲專家呢就係努力咁去研究，咁喺治療方面呢已經取得突破性嘅成績㗎啦。冇錯啦，關於突破方面咧，稍後咧我會邀請好多位專家啦同我哋分享嘅。不過咧，我知道一樣嘢就係肯定嘅，只要未成功嘅一天咧，我哋都要繼續研究嘅。所以今晚我哋嘅晚會咧係開通咗50條熱線，希望大家快啲打電話嚟踴躍捐輸。嗱，希望大家咧千祈唔好以善小而不為啊，因為你嘅1分1毫咧，對於研究嘅工作都係起到好大嘅作用㗎。好啦，跟住嚟咧，我哋就要進行一個亮燈儀式。為我哋主持亮燈儀式嘅主禮嘉賓包括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香港脊髓損傷基金會董事局主席潘黃美玲女士、香港大學副校長譚廣亨教授、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BBSJP、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及行政總裁長源張宏先生、國際名人影后劉嘉玲小姐、華懋集團執行董事龔忠心女士、香港脊髓損傷基金會董事林李婉冰女士、中國脊髓損傷研究協作組董事會聯席主席楊永威教授、泛海酒店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吳惠群先生、中國脊髓損傷研究協作組董事會聯席主席蘇國輝教授、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盛品如先生。歡迎晒我哋咁多位嘉賓嘅，我哋喺倒數3聲之後，就邀請我哋嘅嘉賓咧一齊拉桿好嘛？3、2、1，有請！我哋喺度預祝香港脊髓損傷基金會同埋中國脊髓損傷研究協作組咧早日取得突破性嘅成績，為患者咧重燃希望。多謝晒咁多位主禮嘉賓，我諗我哋嘅晚會咧正式就要開始啦。咁率先為我哋演出嘅咧，咁就係我哋好榮幸請到小提琴家西崎崇子小姐。西崎崇子小姐咧今晚嘅身份咧就唔單止係一位演奏家，仲係一位老師。
因為咧今晚佢會聯同23位10歲以下佢嘅徒弟仔啊一齊演出嘅。咁咧佢哋仲會聯同咧 Frankie 咧嘅電子琴伴奏一於中樂西奏啊！哇！咁肯定咧好精彩啦！咁佢今晚咧會演出2個曲目嘅，咁就係《魯冰花》同埋《梁祝》，請大家細心欣賞。有請西崎崇子小姐 ，Please welcome Nishizaki さん。Thank you, Nishizaki-san. Wonderful performance. I just loved it.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Nishizaki-san，係我哋經常咧聽你拉呢個梁祝，但係魯冰花我就覺得真係哇一絕喎。Why did you select the piece 魯冰花 to play with your students? Well, first of all, I love the melody myself very much. And also, everybody knows, where this melody comes from. It's from Robin Huang. Yeah? So the kids love it also. Okay, last but not least, would you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of appeal? 同我哋呼籲一下好唔好啊？ Please donate to Hong Kong Spinal Cord and Injury Fund. Okay? Can you do that right away? 得 Because 唔得啊，各位？老師話多多益善，少少無拘㗎。Doesn't matter how little you donate, just donate. 我哋再一次多謝西琪老師。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gain. welcome. 袁先生 Thank you. Thank you. 跟住嚟咧，好開心，因為我哋有一個支票嘅頒贈儀式。咁首先請香港脊髓損傷基金會董事局主席潘黃美玲女士同埋香港大學副校長譚廣亨教授上台接受支票。
我哋呢好榮幸邀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同埋國際名人影后劉嘉玲小姐上台呢見證支票嘅頒贈儀式㗎。並且係由2012年亞洲小姐冠軍陳燕蓉及2011年亞洲先生季軍林睿陪同上台。有請咁多位。喺度呢，我哋好多謝泛海酒店集團有限公司係捐贈200萬港元嘅善款。咁我哋係由泛海酒店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吳惠群先生係代表捐贈嘅。有請吳生，我哋一齊拎住張支票，影翻一張大合照啊！脊髓損傷會導致終身殘廢，請大家支持脊髓損傷醫療研究，幫助脊髓損傷嘅人士有機會回復正常嘅生活。請支持7月7日燃點希望展新生香港脊髓損傷基金8週年慈善籌款晚會。多謝大家。